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9号。这一期咱们聊聊就业。财经网今天刊登一篇文章，叫《从上市公司数据看劳动力市场》，实际上聊的就是就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上市公司咱们忽视再加上在香港上市的恐怕几千家企业，因为这些上市公司他们都要披露他们的员工人数变化，通过这些数字来看一看咱们的就业行情，对吧？这个劳动力市场，大家也知道相对而言，上市公司这个提供的职位岗位相对来说还比较有保障。他这文章这么说的他说过去几年中央政府持续强调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有评论认为就业压力是消费不振的重要原因，但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相当稳定的水平。财经网的记者尝试利用上市公司的数据对这个问题做出分析，也就是看一看这失业率是不是维持在相当稳定的水平。文章说首先在6000多家公布雇员人数的上市公司中，雇员人数增长在2022年以后明显放缓。2024年底，这6000多家上市公司共雇佣3800多万人，约占城镇就业人数的8%。2022年到2024年，这些公司的雇员人数增加不到200万人。以年增长来看，2020年和2021年这些公司雇员人数同比增幅分别5.5%和6.4%，随后逐步下滑，到2024年增长0.8%，新增雇员不到29万人。也就是说2024年的这个新增雇员的增长人数还不及这个口罩期间。这意味着什么呢？大家也就知道了这个我们经常关注美国的叫什么非农就业数据，6000多家上市公司2024年新增雇员不到29万。2021年以前各行业雇员人数增幅比较平均，但之后分化明显。2022年至2024年，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行业上市公司雇员人数增加超过87万人，接近所有上市公司新增雇员人数的44%。还真是被新能源汽车这行业吸纳了更多的就业新增的就业体现在汽车行业或者汽车上下游工业设备是另一个提供大量新就业机会的行业，雇员增加超过56万人，占总新增人数的28%。汽车行业雇员人数大幅上升，得益于电动车销售的高速增长。工业设备产业得益于近年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政策。此外，资讯科技、硬件、半导体和物流等行业也增加了雇员人数。硬件和半导体行业跟新质生产力政策关系密切，而物流行业受益于疫情期间电子商贸的高速发展。有些行业的景气程度较差。2021年至2024年，地产业雇员下降近40万人，保险业雇员下降15万人，这个房地产下降40万人，这个好理解。上百家房企少40万人，这40万人他们的这个岗位他们这个待遇应该都是不错的。财经网说如果单独观察2024年，行业雇员人数分化更明显，6000多家上市公司的雇员人数只增加29万人，相对过去是非常小的数量。而汽车和汽车零部件一个行业雇员人数就增加了28万人，也就是2024年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行业增加28万人，剩下的所有的行业上市公司一共才增加1万人。2024年房地产行业雇员减少15万人。另一个减员幅度较大的行业是半导体，主要原因是光伏企业包括在半导体行业中，而在光伏产品大幅降价的背景下，光伏行业裁员不足为奇这个新增雇员人数这是一个维度，一个指标。另一个值得参考的指标就是减员企业的比例。2020年新冠疫情刚爆发时，有38%的上市公司减少了雇员数量，当2021年经济好转后，该比例降到34.5%，随后逐年上升。2024年减员的企业已超过上市公司数目的一半，也就是一半的上市公司都减员。2020年中国经济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大幅滑坡时，大部分企业都选择不裁员，反映他们觉得困难是短暂的。也很多人认为疫情很快就会过去了，被压抑的经济活力就会释放，所以大家觉得应该扛一扛。结果2024年经济增长还算平稳时，有过
半上市公司在减员，这个部分啊，至少反映企业对长远前景不乐观，准备勒紧裤带过日子了，叫减员增效啊，降本增效，开源节流。相对雇员人数增长在这几年中逐步放慢，平均工资增长较为稳定。2022年至2024年，每年上市公司雇员的平均工资增幅在3%到4%，这个和咱们的统计局说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好像又对不上。我的印象中啊，这个咱们平均可支配收入是5%到6%，比 GDP 稍微高点。但是你看啊，2024年工资增幅只有2.9%，这是上市公司啊，所以这个对吧？这也能说明问题啊。为什么我们的体感跟统计的数字总是对不上？财经网说啊，同时这3年中平均工资下降的企业占总数之比也徘徊在1/3左右。我们观察这些上市公司的行为时，发现除了一些特定高增长的行业，如汽车，一些企业在增加人手时较为谨慎。相对而言，上市公司雇员的工资升幅仅略低于中国名义 GDP 增速。这等于说，企业在收入有一定增长时，宁可提高员工工资，鼓励他们多干活，也不愿意雇佣更多的员工，就不想加人，哪怕给大家涨点工资。分行业看，上市公司员工工资最高的还是银行如金融服务业，不过他们的工资上升幅度最慢，还有一定的降薪压力。其他行业工资升幅差别不是太大。最后啊，财经网说啊，总而言之，从过去几年的数据看，就业环境不太乐观，企业不愿意招聘新员工，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直至2024年底，企业投资信心仍然不高。2025年发生了2件对企业投资信心可能影响很大的事，说一是 DeepSeek 出现，为中国 AI 生产和应用带来热潮；二是美国发起关税战，又为中国外贸带来不确定性。而宏观调控政策在2024年底9月底后出现了变化，这些因素叠加，又将如何影响企业2025年雇佣新员工的决策？这个财经网通过对上市公司的雇员他们的薪资变化，他们的人员增减，对吧？来看咱们的就业环境，这也是管中窥豹啊，可见一斑。而且我刚才说了啊，6000家上市公司提供的岗位相对来说啊，它还是有竞争力的，这个有保障的。那还有很多民营企业没上市的，那小企业、小作坊，对吧？那也在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啊。我们就以寒门学子啊、小镇做题家为例啊，辛辛苦苦考一个大学，大学一毕业，那肯定是愿意去上市公司上班啊，去上市公司，对吧？感觉是正经的上班，脸上有光。如果去一家小企业，对吧？就感觉自己好像不是在上班。那上市公司你看看，它并没有这个增加更多的岗位。2024年一共才增加29万，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就业环境，目前的这个就业市场就这么个现状。这就是为什么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为什么他们对吧？要么就考研究生，要么考公务员，没有好的工作岗位给他们。他们也不愿意去拧螺丝啊，谁大学毕业愿意去说富士康去拧螺丝？虽然工资啊有5、6千，他就不太愿意，他也不愿意去那个什么广东去蹬缝纫机。再想到前几天花旗银行，对吧？把整个的 IT 部门裁掉，整个部门呢没了，他也不是没了，他恐怕挪到越南，挪到印度去，很有可能一下3600人就失业。他虽然给了补偿，那很到位啊 ，N+6、N+几的，人家不缺你的，不欠你的。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就少了3600个岗位啊，而且这岗位是优质岗位，谁不愿意去花旗银行上班呢？一个花旗银行就少了3600个岗位，那其他的外资呢？这些年外资对吧，在流出，按照人民日报的说法，高质量的外资进来了，低质量的外资都走了。关键是这些低质量的外资走了，它带走大量的岗位啊，高质量的外资它要的岗位少啊，所以外资啊提供的工作岗位也在下降。而这个外资的工作岗位，恰恰是我们小镇做题家，对吧？寒门学子、底层牛马所梦寐以求的工作岗位。不要说他的工资待遇了，就他裁员的时候给你一个 N+6，对吧？那也是甩我们内资啊好几条街呀。所以财经网啊，通过这个上市公司的雇员人数变化和薪资变化，对吧？也能看出为什么失业率老是稳定呢？但是大家也感觉到压力大。还有一个就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吧？每年都告诉我们增长了6%，但人家上市公司啊才增长2.9%。今天啊，统计局又公布了2025年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我看这个经济观察网报道6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2025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1%，就是 CPI 又下降了0.1%啊。同比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2%，什么意思啊？有点加速啊。
同比的话，它是这样的说的，是其中城市持平，农村下降0.4%。哎，跟去年同期相比啊，城市 CPI 没变化，但是农村下降了0.4%。然后这个食品价格下降0.4%，非食品价格持平，消费品价格下降0.5%，服务价格上涨0.5%。1到5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0.1%啊。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2%，也就是啊，5月份 CPI 指数这个下降还加速了，加速加在哪儿呢？其中城市下降0.2%，农村下降0.2%，食品价格下降0.2%，非食品价格下降0.2%，消费品价格下降0.3%，服务价格持平。也就是啊，无论从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食品还是非食品都在下降，非常罕见了。这就是无论农民还是城里的职工，无论是吃的还是其他消费品，大家都是勒紧裤腰带，能不买的就不买，就是这么个道理啊。然后这个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变动情况，同比啊，5月份这个重要的就跟去年5月份比啊，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上涨0.1%，影响 CPI 上涨约0.02个百分点。食品中鲜果价格上涨5.5%，影响 CPI 上涨0.12个百分点。水产品价格上涨2.5%，影响 CPI 上涨0.05个百分点。畜肉类价格上涨0.7%，影响 CPI 上涨0.02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上涨3.1%，影响 CPI 上涨0.04个百分点。那这么多上涨的，为什么 CPI 还下降呢？同比啊，下降的罪魁祸首是谁啊？在后面，鲜菜价格下降8.3%，影响 CPI 下降0.17个百分点。蛋类价格下降3.5%，影响 CPI 下降约0.02个百分点。粮食价格下降1.4%，影响 CPI 下降约0.02个百分点。这是跟去年同期相比啊，拖后腿的居然是蔬菜、鸡蛋、粮食，这个让特朗普很羡慕啊。特朗普一度被这个美国的鸡蛋涨价搞得焦头烂额啊，把锅还甩给拜登了。咱们这鸡蛋你看看，价格下降，而且还影响 CPI 0.02个百分点。当然了，这里面还有个交通通信价格下降4.3%，这个也说明问题啊。我们那个通信资费价格一直在降，所以说咱们不能再冤枉这个移动、电信还联通了。那刚才是跟去年同比，那环比呢？环比咱们刚才说 CPI 也加速的趋势了啊，下降。你看看啊，环比是食品烟酒类价格下降0.2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下降0.05个百分点。食品中鲜菜价格下降5.9%，影响 CPI 下降0.12个百分点。蛋类价格下降0.9%，影响 CPI 下降0.01个百分点。畜肉类价格下降0.2%，影响 CPI 下降0.01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下降0.7%，影响 CPI 下降约0.01个百分点。鲜果价格上涨3.3%，影响 CPI 上涨约0.07个百分点。水产品价格上涨0.8%，影响 CPI 上涨0.02个百分点。其他7大类价格环比4涨1平2降。这个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价格上涨0.1个百分点。居住价格持平，交通通信、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下降1.2%和0.8%，也就是交通通信环比也在下降，同比更下降。这里面值得注意的啊，就是食品烟酒类价格环比下降0.2%，影响 CPI 0.05个百分点。这个烟酒食品啊，跟去年同期比是涨着的，但是跟4月份比啊，那是价格在下降了。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烟酒食品涨价它到头了，开始拐头向下。所以大家如果自己抽烟的话，或者自己不抽烟，身边有抽烟的人，你可以观察一下，或者去打听打听，现在香烟是什么行情。以前最紧俏的都是中华、软中华、硬中华，这个非常好卖，大家都认。据说现在烟酒店啊，这中华都卖不掉了，而且还要降价。以前都是紧俏啊，这个烟都是卖给熟人、卖给老客户的，现在要降价。现在烟酒店的什么烟最好卖呢？以这个安庆为例啊，安庆以前呢最好卖的烟是那个什么普碗，这个碗烟呢，反正20来块钱一包的。现在据说啊，就是那10来块钱一包的好卖，这典型的消费降级啊。这些烟民啊，他是刚需，你说不抽他不行，他要抽，他只能降价、降档次啊。我想大家也看了新闻了，这个茅台对吧？散装茅台啊，散瓶批发价马上要跌破2000，好像有的地方已经跌破2000了。这个还是在茅台控价的基础上，茅台想方设法控价都控不住啊，还在跌。茅台一跌，你说其他的酒都得跟着跌，你不跌你卖不掉。最近啊，打得热闹的就是汽车价格战，引发关注，对吧？这个汽车圈呢，火药味非常浓。为什么
么浓啊，大家都玩命的杀价。为什么杀价？为什么卷？所以引起主管部门还有这个人民日报、喉舌的关注，都知道啊，这价格战一打下去了不得。但是对车企来说不打行吗？不打，那他的车往哪儿卖呢？他的库存怎么消化呢？他要现金，他要发工资啊，他要现金，他要给供应商付款呢。供应商的钱都拖了5个月、6个月、8个月了，对吧？他要还贷款呢，他不降价他卖不掉啊，跟那个白酒一样嘛，卖不动他只能降价，靠降价换销量、换现金流。说来说去啊，这个还是供大于求，产能太大，同质化竞争，但是消费不足，对吧？消费低迷，那你只能打价格战。这个你就是出文件限制都没有用，对吧？它会五花八门的各种价格战。所以你看，从这个 CPI 来看啊，不就是通缩吗？而且还有加剧的这种征兆。彭博社说啊，为什么中国人消费欲望不足呢？他说了2点原因，一个就是说房价下跌，第二个原因就是对就业预期不好，也就是对收入的预期不好。最后我们再看啊，这个经济日报啊发表一篇文章，叫促消费政策目的并不是掏空钱包透支需求，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和意愿。我觉得啊，经济日报这个文章算是给当前啊这个促消费定了个调子，就去纠偏了。你老是刺激消费，搞得好像韭菜很有钱一样。消费不是刺激出来的，消费你得提高韭菜收入，韭菜收入多了，他谁不愿意消费啊？你根本不用刺激。这个经济日报看完啊，他说今年以来扩内需促消费政策密集出台，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力扩围，进一步激活了市场活力。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7%，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从数据看，提振消费仍需进一步挖潜提质。除了补贴政策带来的刺激效应和供给创新的不断加持，仍需持续完善促消费长效机制，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和意愿。提振消费不能单纯依靠政策刺激，经济发展是为了满足居民更好消费，而不是让消费单纯沦为短期调控工具。在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人们对于未来收入预期不乐观，消费意愿下降。说1000道1万，居民手头有钱才能消费。要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想方设法增加收入，尤其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扩大。总之啊，要提升低收入人群收入，扩大中产人群规模啊，设法增加收入等等啊。这让我想起了这个前一阵子网上流传的一句话：政府总认为韭菜有钱，韭菜总认为专家有办法，专家总认为政府有钱，所以啊，都是一场误会啊。当下啊，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就业问题，保就业啊。说1000道1万，就业如果解决不了，经济也好不了，消费也很难这个提振啊。就业难，直接导致大家都勒紧裤腰带，因为大家对未来预期不好啊，担心失业降薪，更不可能去买房子，所以啊，会导致恶性循环。当然了，解决就业啊，也不是一句话的事。咱们以前的节目经常讲要保外资啊，对吧？这也是之一啊，还有其他方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